呢個業主呢個單位賣100萬，另外我哋對比嘅低樓層單位賣84萬，相差16萬，區別就係景色嘅差別啦，然之後業主配備嘅呢啲裝修啦，就已經抵咗個差價啦。剩翻買呢個單位賺嘅就係出面嘅景色，然之後再加埋無使用痕跡，一手房，再加埋一個車位。Hello， 大家好，我係 J 仔啊。Hello， 大家好，我係細細啊。咁經常提及到嘅三大商圈，萬達廣場、吾悅廣場，咁剩低嘅就係我哋依家所企嘅位置，益田假日廣場啦。亦都係今日我哋要帶大家介紹嘅樓盤翡翠山。佢嘅位置就喺身後益田假日廣場嘅後面，因為佢哋係連住嘅。翡翠山係一個好大嘅商業同埋住宅綜合體，總佔地嘅面積咧係有120萬平方嘅。由好多唔同元素組成，咁包括咗嗰邊嘅甲級寫字樓、宏業大廈，深後嘅一個益田商業廣場、益田假日廣場啦，仲有嗰邊5星級嘅華美達酒店，包括我哋嘅又仲有一個天然湖，仲有天鵝湖，仲有一條酒吧街，係啦。然之後咧，後面就係住宅啦，就有包括公寓、別墅區同埋高層，咁即係話。乜都有嘅話，咁啊組成咗成個翡翠山啦。咁即係比較大嗰個社區啦。係啦。咁呢個社區講到咁多，呢個位置去到我哋香港有幾遠一個距離咧？咁其實總共咧係有4種比較常用嘅交通方式嘅。第一種就係搭地鐵啦。咁由翡翠山門口搭266號公交車去到沙田地鐵站，再轉14號地鐵線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口岸關口啦。時長大概係1個小時。咁費用咧就係10幾蚊到20蚊不等。咁如果你係選擇可以搭高鐵嘅話咧，我哋呢個位置去到惠陽嘅高鐵站都係非常之方便，就係10分鐘左右一個車程啦，到達惠陽高鐵站，再搭我哋嘅一個高鐵去到我哋嘅一個香港西九龍啦，係西九龍站啦，大概係1個鐘左右，費用係100蚊左右啦。咁啊，同埋最新咧有一種新嘅交通方式就係有樓巴，喺翡翠山樓下附近呢個位置乘搭樓巴可以直達到去深圳蓮塘口岸，咁費用咧就係13個8，咁路程嘅時長大概係1個鐘頭。咁如果話你想仲方便啲咧，其實直接喺門口咧搭個滴滴到我哋嘅蓮塘關口咧，大概係45分鐘左右，費用係80蚊左右，再轉港鐵到達我哋嘅香港。咁呢4種交通方式咧，其實去到達我哋嘅香港咧，總時長大概都係1個半鐘左右咧，係非常之方便啦。咁豐儉由人啦，睇你視乎選擇邊種交通方式啦。咁就講完交通啦，同大家講下碧桂園。大家應該對碧桂園呢個名唔會感到陌生啦。咁啊，碧桂園咧喺中國內地深耕多年，總共有超過發展過3000個項目以上，橫跨咗30幾個省。咁啊，撇除一啲數據層面嘅嘢，我諗大家睇翡翠台 TVB 一定聽過句對白：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又或者大家有關注惠州樓市，應該知道碧桂園十里銀灘呢個樓盤啦。經常周末香港過嚟睇搭旅遊巴會過睇呢個樓盤啦，又或者經常嚟中國旅遊嘅人，無論去到咩城市，你都會聽到路過見到有碧桂園嘅樓盤，反正就係環繞住我哋嘅生活啦。咁講完碧桂園啦，咁我啊同大家介紹下碧桂園物業嘅收費水準同埋佢嘅停車場嘅費用。咁碧桂園嘅物業費用咧，係2個6一平方，停車場嘅費用咧就係250蚊。對，咁就俾到咁好嘅環境你，咁我覺得係物有所值嘅，亦都係碧桂園點解喺中國內地可以發展到咁大，咁多年都仲係咁有名氣嘅一個原因啦。咁今日帶大家上去睇下碧桂園嘅高層住宅區。走。好，咁首先行到入嚟翡翠山嘅園林，映入眼簾嘅就係呢條總長2.5公里。圍繞住成個園林嘅環氧跑道，咁你睇下我哋而家悠哉悠哉咁喺呢條跑道上面行都唔需要擔心。點解呢？就因為佢係真真正正做到人車分流嘅，唔需要擔心隔離會有電動車或者汽車經過，保障到安全問題啊！完全可以滿足到即係我哋中意晨跑或者係夜跑嘅朋友啦，直接喺小區入邊就可以實現咯。長度都係相當之足夠嘅。
咁同時咧可以見到小區裏面園林嘅綠化係做得相當之好嘅。而家時間就未到中午啦，但係陽光曬過嚟一啲都咁唔會覺得話凍，好和暖嘅感覺。同埋亦都見到小區嘅保育啊，各方面做得非常之好。沿途都冇話有垃圾啊、污糟邋遢嘅感覺。即係我一路行過嚟咧，覺得呢個園林非常之乾淨咯。咁就同時咧，小區裏面仲有好多唔同嘅設施，例如我身後有個游泳池啦，嗰邊有羽毛球場同籃球場，咁然之後呢邊有一啲小朋友嘅遊樂設施同埋老人家用嘅康樂復健設施啦。咁見到成個小區嘅氣氛都係相當融洽，相當之和諧嘅。咁見到有老人家喺象棋台度休憩緊啊，咁又有玩緊康樂復健設施嘅，整體嘅氣氛係相當之適合居住同埋退休生活。咁我哋翡翠山嘅呢個教育資源咧，都係相當之成熟噶。其實我哋咧呢個小區6樓咧就可以直接到達我哋嘅大亞灣西區6小，係啦，即係為你去實現目送式嘅一個返學啦，小朋友。就係樓下，其實落樓送佢都唔使，望住佢到學校安全到達得啦。馬路都唔使過嘅，直接去6樓就可以到學校。咁對面係仲有一間大亞灣西區1小啦、大亞灣1中啦，而且仲有我哋私立嘅一個博雅培仁，都係周邊好近嘅啫。咁幼稚園就唔使講啦，周圍都係啦，睇你點樣選擇。係啦。咁聽講咧，依家嗰隻業主咧放出嚟個單位係裝修得唔錯，比較靚嘅。咁啊，同埋價錢都非常之筍啊！一齊上去睇下。係啦。上到嚟17樓，今日睇嘅係041704單位，2個電梯，2梯4戶，1層。嚟，我哋入嚟睇下，係呢一套啦，係嘛？咁啊，入門04，一入門電子密碼鎖，指紋密碼鎖標配咗。咁啊，門後面呢個應該係開發商原先嘅一個精裝交付嘅鞋櫃，因為可以睇到咧，佢同隔離呢個業主訂做嘅櫃係風格唔同啦。咁啊，不過白色鞋櫃咧就呃唔到人嘅，冇用過嘅，因為鞋櫃一定黑掹掹嘅用過嘅話，全新嘅。睇睇廚房，呢個廚房都係原先嘅一個開發商嘅一間，係一個櫃啊，呢啲都睇得出噶。咁佢應該係老板牌嘅3件套廚具，3件套都係冇用過噶，新嘅。星盤。仲有個濾水器添喎。呢個應該係業主後期加說明書仲喺度，又係未用過。但係你冇考慮到嘅，佢都幫你考慮到啦。雪櫃又係全新嘅，係全新雪櫃味，雙開門。可以。大品牌都叫做。角度啱啱好。雙開門下面仲有2層。哇，咁呢個雪櫃其實幾實用喎，你唔好睇佢好似即係平時我哋單開門嘅 size。但係佢呢個開門設計仲有啲特色咧，佢開完比你望落去更加闊嘅，佢有條隱藏軌道喺度。新嘢。唔錯啲用嘅。咁啊入嚟睇一睇個廳，就係我哋個客廳餐廳位係一體嘅。到頂嘅餐邊櫃。餐邊櫃，哇幾高級，仲有油壓嘅喎呢個櫃，有支油壓缸喺度。佢啲色彩搭配得都幾靚咯，即係話咧。白色配深棕色。咁啊，同埋材質都係。質地係嗰種親膚質感啊，叫做比較滑嫩。連動你嘅插頭咧都係安排啲移動嘅比較新款嘅嘢俾你咯。咁啊，擺咖啡機，擺個煲湯嘅煮熱水嘅暖水壺，跟住整個加濕器，整啲燈飾都足夠啦，5個插頭位。完全嘅，依家啲設計咧係特別。咁啊，餐邊櫃後面就係一張雲石造型嘅4方餐台，搭配埋你業主同你搭配埋呢個吊燈，呢樣燈有藝術氣息喎。水晶就唔係嘅，不過佢造型係幾似水晶嘅。我諗夜晚咧天黑啲曬，照啲燈照落嚟，幾有氛圍咯，睇住佢幾靚下，食飯幾有氛圍下咯。2個人係話你撐台嘅，唔錯。咁啊，再睇睇呢個客廳，3米7嘅闊度。訂製咗成排嘅電視櫃又係到頂啊！其實到頂我係特別中意嘅，你唔會咧嗰啲窿窿罅罅啲灰塵，佢連係清潔唔到。搭配咗成排嘅酒櫃啦，又可以係酒櫃，搭配埋個燈帶，有燈帶，有啲氛圍感咯。你就係掛住飲酒，你俾我就放事業上面嘅獎杯，仔女學業上面嘅獎杯，再擺啲中意嘅。Iron Man 啊，飾物啊，玩具啊，攞嚟展示啊，有客嚟威下啊嘛。
呢個電視有冇100寸啊？100寸， TCL 反正我屋企大80寸品牌咁大部 ，TCL 惠州名牌喺香港有上市嘅。咁同埋睇到呢個電視櫃呢部電視咧，中間即係四邊嗰啲預留嘅空間覺得啱好係嘛？佢訂即係話佢用咗心思啦，訂做㗎。我最怕嗰種咧電視櫃啊，擺完部電視落去嗰啲罅好大，電視嗰條電線走晒出嚟。咁啊好樣衰啦！除咗插電嗰條黑色電線，仲有啲紅色、黃色啲走晒出嚟咧，太肉酸啦。咁啊，電視櫃、sofa 都係全新嘅，坐落去挺身嘅，完全冇塌落去嘅。坐過嘅痕跡。仲有一張按摩椅定係搖搖椅俾到你啊？我睇下，搖得嘛？舒唔舒服啊？都幾舒服嘅，好軟啦。咁你坐喺度嘆下，唔好喐啦。咁啊，然之後電視櫃隔離呢部美的嘅直立式冷氣。一啲灰塵都冇，又係全新嘅。業主真係捨得啊！買完全新嘅自己又唔用，留俾下一手業主享福啊！大品牌喎，貴嘢嚟嘅喎。睇睇個露台，哇！呢個陽台望出去嘅視野好正喎，而且君臨天下嘅感覺，一啲遮擋都冇啊！你睇到咧，下面全部都係別墅區，呢種我係最中意嘅。我哋而家呢度係17樓嘅樓層，望落去係高望低嘅感覺，唔會話樓望樓人哋成日望住你嗰種感覺。係，同埋咧，我成日覺得高望低咧有一種莫名嘅優越感啊。不過我諗成功人士係嘛？別墅區嗰啲住戶就應該唔會咁諗，因為我未住過別墅咧，人哋嗰啲級數應該唔介意呢啲嘢。咁啊，睇埋呢個露台。佢連洗衣機都同你安排好，你考慮得到，即係你諗唔到嘅嘢，佢都幫你諗到啊！好太太嘅電動晾衣架，咁啊，生活所需嘅嘢都配備咗。係，我哋再入去睇下，我哋一個休息區3個房間。呢度係一間客廁。客廁，即係當都係發展商嘅一個交配。咁啊，乾濕分離都做咗。風格都係一樣。不過呢個風格一睇就知係精裝交付啦，因為你睇呢啲門啊，有少少木紋。本身業主自己訂做啲櫃用深棕色冇木紋嘅，即係睇落高級啲。我諗佢即係個風格係有差異嘅明顯。睇睇間客房我哋放得落1.8米嘅床，兩邊3邊落床。客房睇下張床褥連個膜都未撕嘅。佢呢個床嘅顏色嘅搭配咧，同我哋嘅櫃訂嘅顏色一模一樣，又係棕色，跟住都係一個色調嘅。白色嘅到頂嘅衣櫃，衣櫃都係訂做，而且係啲膚感嘅面板。呢個衣櫃都幾奢華，2個人用都夠晒，完全夠啦。然之後睇下呢個飄窗位，同埋張床空間有1個人嘅距離，咁其實闊落嘅呢間房，景色又係望住下面嘅別墅區，非常之開闊。然之後話業主仲留低咗個小圈龜造絲雲之景，2米乘3米。我估應該係地氈嚟，係擺喺張床下低嘅。咁奢華啊！不過佢未嚟得切拆，應該係益埋下一手業主噶啦。對面呢間房嚟睇睇，呢間業主當初應該係想俾自己做個機房噶吧？電競房啊，而家最興啊，我都想要啊！台都安排好晒。呢張實木嘅，如果你打機嬲嬲自己中意嘅手辦，玻璃櫃。係，又係同一個設計風格，同一間公司訂做啦，肯定呢啲櫃全新嘅都係。仲放埋一個應該係可以拉出嚟新拉嘅床咯，係嘛？係啊，2層摺疊嘅，張床都係可以拉出嚟嘅，即係打機打攰咗，休息下瞓下，再繼續戰鬥。如果有客人就又拉出嚟，同老婆鬧交冇得翻房瞓啦，又冇啦，你就係啊，你就機房瞓啦。咁啊，冷氣都係美的，全新未用過嘅大牌子。咁啊，睇埋間主人房。頭先客房，客房冷氣係 TCL 嘅，即係全部都係有品牌嘅。咁啊，主人房入到嚟就配咗個套廁，都係有乾濕分離，又係簡單啲講啦，開發商交付標準啦，標配標準啦。咁啊，其他呢度都係一樣擺張到頂櫃，呢個我諗應該係俾你掛出咗門口未洗嘅污糟衫，啲外套啊，係嘛？冬天啲大衣啊，直接掛上去。咁啊，呢一面先係又係到頂嘅衣櫃啦，收納衣物。其實佢個衣櫃設計得幾靚下喎。最緊要我覺得係個風格一致啊，都係白色中色，即係你唔會東一忽西一忽，好似臨時拼湊出嚟。白色中色，連個床頭即係。床頭背景啊，呢個中式嘅面板都同你安排好。咁啊，又係床褥連張膜都未撕嘅，真係浪費。
費，連個梳妝台都係一致嘅。呢張梳妝台設計得唔錯喎，佢偷咗少少飄窗嘅空間喎。即係話你嘅仲加闊落個位，唔使拗咁出。咁其實呢個空間可以後期業主再睇下點樣利用，想擺啲自己想擺嘅嘢。呢張梳妝台都唔會覺得窄。如果佢唔偷呢個位就有少窄啦。係啦，偷埋飄窗個位呢度仲做咗個玻璃咁你其實都係坐一個人嘅啫，化妝係嘛？呢個位就放啲嘢。咁景色呢個主人房露台算係非常之長啊，照樣望住別墅區朝東南向。朝東南向啱啱好，其實佢梳妝台位就安排得唔錯啦，直接東南向。你一定中意。朝過嚟。你中午化妝，陽光灑入嚟，你啲粉啊睇得一清二楚啦，係啊。好，咁睇完呢個單位啦，都講翻啲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啊。咁呢套房咧，佢業主咧係比較急賣嘅，因為咧佢係唔喺呢邊發展啦，所以話佢俾到嘅價格咧，其實係比較比市場低啊，係比市場低嘅，係100萬。100萬咧，佢最重要咧係帶一個車位送埋俾你。個車位都要接近10萬蚊啊。係差唔多啦。因為當時呢個單位咧，其實係高峰期嘅時候咧，係總價係去到差唔多170萬，而且係一個精裝修交付，係乜都冇嘅，冇家私家電。冇我哋見到啲電器訂做嘅貴。冇車位都係去到呢個價格。咁依家佢話業主係真係蝕咗好多啦，因為佢比較急，所以咧佢係越快越好，所以佢嘅價格係低於市場，係想快啲出手嘅。呢個價格俾到你咧，可以話呢個位置、呢個單位、呢個戶型配埋啲所有家私家電同車位嘅話，可以話呢個市面上係比較揾唔到噶啦，一房難求，性價比比較高。係對。咁其實咧，同埋對比翻我哋公司仲有一套低樓層同樣戶型嘅單位，係賣緊84萬嘅掛盤。係。咁分別就係咩咧？84萬使用痕跡係有使用痕跡，佢只有精裝修交付嘅嘢，仲係有使用痕跡。第二冇呢啲訂做嘅家具係吉樓搬走晒㗎啦，已經樓層又低，視野又低，然之後冇車位送嘅，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呢個業主呢個單位賣100萬，另外我哋對比嘅低樓層單位賣84萬，相差16萬，區別就係景色嘅差別啦，然之後業主配備嘅呢啲裝修啦，就已經抵咗差價啦，剩翻買呢個單位賺嘅就係出面嘅景色，然之後再加埋無使用痕跡，一手房，再加埋一個車位。係車位，因為其實呢個業主咧，佢另外所有啲家私家電都係另外再使咗12萬左右去裝修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喺呢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真人真事嘅故事啊。我喺疫情嘅時候咧，全家人就由香港搬咗嚟惠州大亞灣生活。咁因為我父母過嚟呢邊退休啦，咁生活比較清閒少少，咁消費都低啲。咁我哋一家人都喺呢度買咗樓。咁當初咧喺裝修嘅時候咧係遇到好多困難嘅。咩原因咧？首先因為你唔知道當地行情啊，唔知頭唔知路。裝修嘅水分好深。係啦，水係好深嘅裝修。你買材料嘅時候，你都已經俾人劏咗一陣。即係唔好講話劏咁難聽，你好大機會會買咗比市場價格高而質素唔好嘅材料。咁買完都算啦，買完你去揾裝修工人裝修，你要長時間去及住佢嘅喎，因為點解咧？裝修工人都係打份工，佢隨便裝又係裝，認真裝又係裝，反正裝完你都至少要過翻一年半載先漏水㗎，佢都已經走咗唔知去邊啦。呢啲所有嘢嘥時間、嘥精力係嘛？時間成本啊！你由香港過嚟惠州呢邊睇住佢裝修。至少都3個月啦，來回車程時間，所有嘢都係成本嚟嘅，其實真係錢嚟嘅。咁而呢個單位俾到你嘅就係所有嘅眼見所見即所得，一手全部開發商嘅精裝修加埋佢訂做嘅家私家具電器，直接拎包入住啦。咁個價格其實係已經擺咗喺個總價裡面，但係佢話你慳咗時間慳咗力，當然唔可以話係好奢華嘅裝修，但係正常生活已經係足夠啦。如果條件係豐厚嘅，你用咗2-3年用夠咗唔滿意嘅，你咪換咗佢再裝修過咯。但係如果對於而家嘅樓市係看好，覺得市場價格係之後會向好嘅，而家已經係低於市場價格啦，買呢度直接可以住啦。咁大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如果覺得我哋講得唔錯嘅話咧，視頻右上角有一個我哋 WeChat 同埋 WhatsApp 嘅 QR code。大家可以透過手機掃描呢2個 QR code 去添加我哋嘅社交帳號，又或者咧直接撥打我哋嘅手機號碼。咁我哋公司咧喺全惠州市都有代理，
可以派專車去到深圳嘅各大關口去接送大家嚟到惠州去睇樓啦，為大家爭取最大力度嘅優惠，以最低嘅價錢買到最高性價比嘅樓盤。咁如果覺得我哋講得唔錯嘅，麻煩大家用你嘅發財小手啊，去幫我哋點個關注、訂閱我哋嘅 channel， 順便再俾個 like 我哋，分享俾有興趣嘅親朋好友睇下。咁啊，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啦，係嘛？係啦，今日就到呢度咯。我哋下期再見，拜拜。拜拜。